佢靠賣豬肉養咗1000個小朋友。佢叫鄧維星，嚟自於清遠市下太鎮。從1981年到而家，整整43年，收留咗貧困學生1122個。一開始81年到而家呢，總共1122個，即係80%都係女生。當時呢，我哋地方呢生活比較困難啲，啱啱啲女仔呢就冇辦法上學，家長女呢比較困難啲，咁幾尾就送女仔上學咯，咁講咯。所以呢，我就一樣咁做，加咗40幾年啦，就咁咯。就喺呢間簡陋嘅屋仔裏邊，最多嘅時候同時收留咗68個學生。喺佢14歲嘅時候，以全鎮第1名嘅成績考上咗英德中學。喺學校上課嘅時候，佢傳來咗噩耗。我呢個星期我老豆呢就死咗呢就冇辦法讀書。16歲吧，可能16歲我老豆。自從嗰次之後，佢就做起咗一名豬肉佬。而佢下鄉收豬肉嘅時候，佢係發現好多小朋友係唔去返學，佢便動咗惻隱之心咁講。第一批呢就我看到呢啲女仔10零歲都冇上學，我就嘅經濟咧又唔得好好，我就話你哋攞啲糧食就得啦，咩都唔使攞啦，起碼嘅學費啊，同埋呢啲面子開支啊，全部我負責咗6隻女仔個。第2年呢就22隻，第3年呢就46隻。佢亦都唔係乜嘢小朋友都招收嘅。就是我們貼片要取有條件的，一個單親家庭，一個孤兒，一個留守兒童，一個貧困家庭，這幾類人。佢好驕傲咁同我講，喺呢度走出去嘅80%都係大學生，而每一個學生佢都記喺心裏邊。收呢隻呢就講半，我哋舊嘅時候呢隻公務員，呢隻6名豬，杭州大學嘅呢隻6名豬今舊嘅時我哋收呢隻公務員。所以我哋用到40幾年時間，用出1120幾人出嚟。咁樣一做就係43年，從未間斷。我問佢咁多年嚟，你一定賺咗唔少錢啦。個目標會收到錢，定自己能力去使用咗呢啲貧困孩仔，自己讀呢啲書，走出呢個大山，盡自己能力。為眾人抱薪者，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。後嚟喺困難嘅時候，亦都慢慢開始得到越嚟多人嘅幫助。無論幾多，佢都記喺心裏，全部用喺學生身上。佢亦唔求回報。自己嘅能力嘅行動，做得咁多就咁多，別人幫你咁多就咁多。唯一嘅，我哋呢就想讀到書，改變嘅命運，唔使話窮落去。我嘅目標就係咁嘅。自己冇咩貢獻喎，有啲算嘅方式嚟先發揮下我哋黨員嘅文職咯，咁先咯。喺呢一瞬間，我覺得佢無比嘅高大，用一雙樸實嘅雙手撐起咗小朋友們嘅夢想，讓佢哋走出咗大山，而自己佢留喺大山。10年呢，冇去一路做。